我去年啊，土心口、曼子啊，土布样，我本身就会8音大呢，上学了我曼子闹热，就2-8音成少吼，就利用土心口的方式吼，来用8音，要唱个字幕就会水每音，好了摆吼，安尼你表演吼当新讲，当新闻记点。吴秀英是慈桑金研八音团的负责人，也是后山客家八音的第2台工作者。今本日是其土心口的日历。东埔八音班的朋友特别来同其闹热一下。本片就是透过吴秀英的故事，来记录后山客家音乐发展的过程。慈桑今年的保安宫是吴秀英同客家音乐结缘的素材，在老人非常秀聪和先生的鼓励下，吴秀英开始学习客家音乐。我细细啊，就当为了个音乐，有一年啊，那点中毒啊，做了个丰年祭啊，个原住民啊，都个中毒红跳了个原住民的个舞啊。我5岁天了，我听起来就个跳了。我句啊，我只讲，要什么样安厉害，安尼袂安尼看就会跳舞。过咧，我爸迄阵就做了个农家人啊，钢铁人进来可能讲，本伊栽培伊讲，安尼了个乐器的事情咯。就冇法度啊，都读小学毕业就向我讲啊。我哥要出大学啦，向我讲啊，做小老公替我哥的娘嘛。我38岁就得到一种拐骗，先生讲了得识得总得，向我会调养身体。我妹就带我来俩老人会，今年老人会，来俩骗老几点老人家结缘。我讲我都没有去创了3个啦，我都冇学啊，冇去创啦，看凊彩乜个讲呀？报咩呢？我来去创嘛呢哦，结伴跳。两人更好一人听，哎哟贵啊一头啊，物件拢总有要来带我来做新妇啊，这啊是阮他两人看介意啊，要来带我哪来做妻儿，就创2个啦。记得个嘛，我上前好都向我讲，从散讲我都唔晓创啊，坚固哩我创。做到了后咧，他就走去上卖个录音带，卖到马啥呢哦？是卖到个青头的啦，或者青木筋的啦，还有香玉村的平板啊、小条啦、青豆，就过1礼拜内，我就袂创个了。既然都当翻你都当听得老人家就真听真翻你这样好来。8年那心呀。好啊，你老公那哟，心中那力量啊，心那一双，让用啊老爱佩服龙那哟，哦那哟，心呀老爱佩服龙那哟，那哟，就这样。我48岁个年呐，我妹都过身了，我就当伤心哦，当干苦，我个会长啊，只系个秀创科先生，就安慰我，就向我找一班个子弟班，来学了个子弟班，有人学来啊，假使美国出门，有人学来啊，人接了人学，我也好是这咯。我是用我教，
草考高，路考高，骨考高，下闹热。佢度讲，佢度人啊提倡，讲你吼学了只会诶，行你听我讲，你若学了只会哦，袂吼，行你把你个不则定咧错条，冇错啊，学三个嘢都学起来。佢三步火了叫做水草法，三步火了嘅火炮了进前，就先学起来咧。基本上你学起来，我做咧渐进下嘅嘛。睇书真难学，啊做安样吼，本有创科先生安尼鼓励起来，教起来。那国家是五小人啊，有几个按实năng，几枚有按认真讲无按成功。跳绳那边爱先教囡仔讲，你跳绳不用做，哦，跳绳的责任轻重，方式会负责的。健养班去谈讲，谈爱小小营养班因身体欠安那嘛东西。那环境呢，又挺高兴嘛。像你过年那嘛，那风暴不因你过10年，哦，你也唔系讲那前面的10年是按放心，你从你照顾你，哦，你养出你，时时节节佢无来疗养因，那就挺放心啊。吴秀英非常感念后创好后水上两位恩师嘅教徒。过年过节总是会来看先生，感觉就像一家嘅爷娘同样。先生，你考好吗？先听下。所以哎呦呢度，按舅母来看，啊上心肝唔该有眼有大咧，啊上咧啊家两眼未冇限，啊上讲吼，我孙山你长眼啦，啊老年咧身体本伊是了两山吼，食到空空天天啦，身体冇安尼眼啦呐，我上你就从那啥学用，哦先生样来。来，做安样啦，安尼吼，你就较辛苦啦吼。个树啊，树哦，你有没分爱没？哎呀，我这不你没有分爱。我一样有饭头啦，看到我饭头啦。咩啦？咪你无会瘾，较无会瘾对了，个兴趣啊就穷用，你就莫病苦啊。系啊，莫就去病室咧，去病室下摆就莫咧啊。游水上同游创河两之上，将影响嘅客家音乐带来推动，佢定係秀山客家音樂嘅功勞者。83岁了，很像那种也鼓励学生也很有是教，身体也冇全好啦。咁小人有机会喷白日眉，还有那种吼，我兴趣咧练手教穿下去，吼，佢行跳手乜嘅佢也教得，點解就挺安心嘛？因为天天喺啥人会教俾成功咧。
光复初期，在后山开垦嘅客家乡亲，生活非常孤单，年节也是分享喜庆嘅时节，总是点叔叔嘅。大家总是为想起影响嘅白银，在后昌河、后水上嘅带领下，池上成立了后山体育嘅客家子弟班。我哋行人，客家人見來見到，也要見到沒有人掏錢啊！吼，你突然來搶到不好，無來有咩鬧嘢咁樣，要上揚我好，好樣子就成功嘅就事情呢。那个镇镇上叫你答應我好啦。乡镇镇上的搞的时节，到暗部头，利用暗头的时间，去包扎，通过以上大家事情结合得好。港区的生产率呢，23岁报告，当时23报告是挺多钱的呢，8、9杀都归入千斤呢，归入千斤是挺多钱的了，也按长期来搞，23报告冇问题啊。港区搞起只啊，佢大暗部搞冇唔错，下巴我都现在忙来基本帮门来，对门背起人呢，2门背起人唔落嘅，行下都嚟打才打到唔错嘅跳落去就慢呢，嘛笑，问人因呢，比慢了他这学生唔讲，你问别人，你个跳堂所以讲用这个匠心还叫后悔。當學家有一條曲，念嗰啲小曲偏命做些，挺好用呢。那師娘啊，來天也好，也開跟你冇個行了，長曲睇得上，佢冇那跟你冇出鏡行前遠到挺好用啊，要曲要練到咧，跟住人同我講，咁樣人很落下喏，跳住邊嘅，長曲經講啲長山歌，講山歌捱天，咩捱大我媽嘅曲捱到學熟熟嘅，我專門從羅聲嗰度，羅聲。何必浪中鸟啊，浪個連個河浪，遙夜難轉何必狐狸山。塑料孤單，何必人來人主動的先生的嘛什麼樣？正勤麼？3個月。交一管，也不到一管啦，3個月而已。3個月一管了。他教你是子弟還是八音？教嘛個？八音蠻有教。八音蠻有。咁樣是教係嘛個？係子弟班也係八管也係八音。八管。咁樣是也八音老蠻音學。冇人學啊。就趟曲盤去學嘅係。福祿就是我們講舊路，西埤是新路，西埤就是你講那個梆子腔系統了。那
又多了一个精细，这个是最后的皮防枪系统的，所以它是3个枪箱。外浆呀。哎，对，瓦钢是这个精细的，所以它这里有3个系统混在一起的。啊，你迄阵敢捌知影倒有八音的？你知影倒有？拢毋捌听过。推动行业，推动行业八音。今仔类似也有一班。啊，咱遮拢地上关山拢无八音嘛？无。你的先生有教你唱这无？有啊。有哦。这是不是唱唢呐的？也唱了是半线用的。哎，半线用的。半线，哦，新版。你也系老万年学的咯，为也有半线的，甲新人教。哪只先生？郑先生。正经，这200教人拢八音啦。啊，我将军连嘛是爱听啊好。较早人讲下弦啊，我真正讲。甲暗时哦，那暗时下落去，拢天顶的神仙拢爱落来听。所以就爱姚天柱甲将军令。将军令是上神正啊，我就无爱下啊，上神用的。哦，要上神用的。毋是讲哦，我凊彩来下到12点就会使，毋是安尼。下到煞无爱下啊。迄阵咱就爱将军令去煞。为了更加了解客家音乐在后山发展嘅源流同经过，本片特别邀请民俗音乐专家，推动太学音乐呢林青翠主任参加调查、采访，同时对后山客家音乐做出专业嘅评论。是我们时常会看到他那些抄本，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啊，他们吹错啦？或者说，他们觉得，跟西部有落差啦，或者是他们误解啦。我想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在所有的传承里面啊，我认为都是正常的现象。它不可能说，是一个像西洋这样一个固定的版本让我们来演奏。即使是我们回到原乡去看这些传统的馆阁里面。不同师傅教下来、传承下来还是不同，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所谓的客家里面的音乐里面，你看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音乐内容啊，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理解不一样啊。即使是同一首谱，我们看抄本都一样，可是演奏起来是要带有师承的精神啊。那反而我们从所谓台东地区这几个目前还活跃的乐手来看，有师傅教过的曲子，你就会听得到，它有那个传承的味道，那个影子在，那个韵味啊，还有一些。可是有一些，你看它是完全没有师傅传承，就是没有经过口传啊、行授的，所以他就完全就听到别人在演奏啊，他就模仿了主旋律，他自己就吹了啊。代表他已经在音乐上有某个程度，但是呢，他就缺少那一种味道。郑建木的切的，那是我郑建木的第2个儿子，老二。你说一般我说你也谁，我是对大家很比较票事，你可能也片面噶，你电影当和蔼，正经对了8年后，我说你也是，我讲90块就走了。那还属于大概是日本时代啊。我把本来又让我讲学多少，帮我就老家王信元先生学，正式学的，王信元的。
正常的了解一个郑金木先生做的多少加加一部分吗？裁判要参与的称呼啊，正票是啊，票线是正票过啊，我向去试训的，加个线上是我向400的，这我好的东西呢，让票线全部可以讲内同的穷下来了。加线上是邱阿公、范明强号啊，王新伦爸啦，号时我来就是全部通背，正票是啊，就通背完成拿票高，因为所有全部我来都全部是很有默契，全部亲人家，全部穷下，是有趟去推动人搞了，可能其实搞至少话有一管就会4年啦，啊，可能话1管啊2管啊也有。如果想过东方来些农业，我们如果想过，仅是迄年8人的鼻祖，天主元帅是到4路哈，北关了4路，还有70万就到福路。咱做这个传统技艺哦，很多小白天哦，俺哋唔敢教。你有好多的，我也能嘛大书印，最诚心诚意呈现在你祖师爷面前，而快讲讲俺说一样的。其他的繁文缛节还可以简化，可以，但是拜祖师爷一定要拜。还拜学生呢，4年、4年、2年、3年，4年学生呢，车贴、贴在公家面前车。啊，有中国先生去上讲，等到保安宫庙方，学个会要超度五谷鸭，又落去拜，又派个水果来拜，讲。那就超多，那个重心啊，那个五谷鸭吼，抢多包含嘛呢。讲现去保庇点大家，安尼学了解吼顺利安样。在整个华东地区的客家音乐来讲，它韧性是很强，或者说对一种文化传承上的一种坚持，即使是生活很困苦，他们还是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啊，一个月1包谷子，然后去跟一个师傅学一个拔音，学一些什么简单的乐器。我想这是一种客家的传统的精神，并不会说因为物质缺乏就丢掉了那个原来的精神。我想它的意义是非常强烈的，尤其看到他们愿意用电话这样隔着那么遥远去跟原乡的师傅来学。或者说他们愿意请师傅来做一个短期的教学，我想这个态度那个精神是很值得让人家钦佩的，特别是在当代的社会里。我差不多30年前的先开始去发电了，推动的，我上过班了，我是差不多款了。还记得我现在你爱见哦，哎呀，从来就老师还中医好啊，到我俺家人用白音哦，他这个主要放我告诉他就找个好啊，有这有手机就打电话来过来，现在开发。真重要，这唔爱个人就是唔是学北东哦，你是人家去一直真好，同我教这讲法，其他的地全部讲阿婆水地，你知道个几张嘢来用？6张嘢来用，白银嘢来用。
卢秋凤先生去带到个龙潭，佢就摆去到咱点录音废料，真袂爱现呢。有爱用的先生当然嘛，为了个做了机会来学啊，我就强教佢，我当为爱了平板的散果学用班爱囡仔教爱学么，安尼叫好叫当双写写光溜册，详细光溜溜爱用写的平板的散果爱用就教爱用创，因为我当铺那个先生是有，不过去教的方法老去教无共用。卢秋凤先生，去转去佢用机个录音带真热心，用伊录音带机来帮我学，哎哟，咱若是讲，爱多哪打，唔该就打天打本机，就读天打总爱用硬学起来，系啊，就爱用学起来呢，只有心啦，有心就学起来啦，马上就共用啦。有水乡先生，佢教我3篇的用琴，那是讲啦，搭个，因为个卢秋凤先生是安人啦。安然我就会，你记词酒咧，你古我用摆呢来做了个字，我用摆给大家显说，好车啊，你安尼唔滴啊，数咧嘛，就会显你本地的先生，就会秀水乡先生，从那就会办了，就先去教我我俩读个传戏学传戏是天街来信报。来先包用力带到用力，等于就是冲去学。开始佢就教我点样办呢，来甲拌了样拌喷，样拌呢来喷上为染上为酱，学了是太子读咩八人读设计个3号的，个太子读，去教我喷，就样拌来吞去呢。比如讲个耳筋啊，佢用盐江流江车响，车流江，流向有流江，专任全将，每喷来手都真正，所以我就当隔意就安尼手机学，就安样学来的，嘛当新闻了周先生。落太阳就太阳，吃上就香小香将来香秀名水香金娘就来金老乡老你就讲了，你后就送爱来往三个字呢，平板啦，种奇怪，用来再吃我不要唱了。后生嘅福路人，在丧事中也有查某囝吹嘅理想。为了沙飞嘅需求，客家肢体班也有在福路人嘅贺事场合当中演出。你俩个八级考试，我都
庙会嘛，庙会会用刀，啊，个了解念佛啦，也会土信仰啦、结婚啦，都用刀。佮若讲庙会啊吼，佮都喷个百家村吼，也按照寄生草啊，也八任豆腐吼，像贴片都嘛安尼哦。也梅，学做查某囝吹啦，日本那点遐都好容易学到啊。该梅啦出来摆是这啦，那点都会主角都会梅，那点都会看缘分的做会喷的了，喷个喷到这悲哀，记到这叫用拍，就嘿，真重要啊！伊俩都较特别。拜拜，八拜，混婚，拜拜，八拜，混婚，拜拜，八拜，混酒。拜八拜，来，老家陪陪，加赛加戏哈，加赛加戏。念妈妈有交代的，我们就给她做。以前的都是老人，都是喜欢这种。八件出门，里面3000呢，还要出门呢，上时候那俩唱什么歌呀？啊，我应该是。那里给永庆组织啊，我唱永庆组织，很难民，你怎么？这个好容易呢，奉修哈，福音家，查某囝吹了，都福音家摆几点，叫爱见呢，摆进来佛了。你这条肢体办哈，所以。去到来从法典该袂在，福林该去到该袂安全吗？有啊，法典没有去过啊。没去过哈。有啊。啊，南片是台东，信港，太麻里，台湖。还记个从了上时讲，记个毛云啊，毛头啊，叫一下出去北啊，好啊。一下出去北。太麻里去啊，普通人西上是。1000嘛哈，现在1200，到太麻里落去1600个，6条人啊，1600比那天俺们还有1500。蔡慈松从事客家音乐演出的团体，除了金岩八音团以外，街路没有一团。经营吉他行的调家彭乾光先生。也有10多年八音的表演经验。新竹他以前是他过来这边教的。新竹哪里？关西。就两代师傅的关了。可能是想救啦，命很久的关了，那就叫先生。今年是到这个草埔嘛。不，头摆底下冇从底下又热啊，又好热。头摆就用硬手工草。你是个草埔，布头会搞，该是身上线呢，也都想卖啊，线呢塔的，用打鼓了都去想卖啊，就从讲该把种电人去就错的头就错的啦，有出场的，都有勾起来，这个什么人领的工作，去哪里工作？就在护理吧。护理。871。
917，872，867，这是老人会。出气一般会吹哪几个旗牌？你们现在最常用的，比如说丧事，好，那个抬棺木要还要不要吹？抬棺木要啊，刚刚要出来的时候，刚刚还没有入殓，你知道吗？刚刚要入殓的时候有没有哈？我们就是去买棺材店去买棺材回来。啊，那个有没有？那个就是这个，好像那个福禄寿啦，玉锦啦，那种的东西。你们吹哪一个？1寸莲呐，都可以，这个都是可以用的啦。棺材要把它盖起来，要钉钉子的时候，你们要吹什么？封钉啊！封钉那时候他不要我们吹，他不吹。他因为封钉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要避开，要念经，念经我们吹会吵到他，他不要我们吹，就是要在家里面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哈？那时候要风入松。到了墓地，要放到那个坑叫入矿啊，那个就是我们吹这个青板，吹就吹尾声。青板尾声了。吹青板吹的尾声，尾声就是结束了嘛。我知道。做了个做葱啊，了鱼丝啊，送是做清酒啦，可以4口嘛个啦，都水去饮便嘛，是冻气放了个八饮啦，古来你也死台转变的嘛，后生你都摸为了个八饮个嘛冻草嘛，你都摸会烫，所以那没真个不讲啦，天气人个后生人个思想都个行。今日讲嫌我肉口我等讲4月昨天我就喷了个煞死风啦。今日个国月先呢，我嘛天气爱啦。爱你啊天时轻，我咪动都个学啦。你袂死台行都安样，我必须要去配合。安尼是讲都买是都做到安尼跳入去的就会配合一点啦。伫台东县来讲到目前还有仅存的子弟班来讲，未下伫教馆结收，伫正金木线上教本教馆秀水乡记等，教馆有教本收因这记等，到台东县安到办，差不多几下来讲啦，敢讲啦，未下教馆记等收教出来的到目前还有运作的，差不多系记教出来的啦。当时江先生来时间，32、33岁啊，同俩下些是90岁咯，今年就讲得退休咧，感觉真欢喜啊。因为因为的年头个系统的穿哪衣啊，穿哪衣，今冇出门咧。就讲做学生有人过敏，袂穿下衣，袂做教真欢喜，真欢喜。所谓的后山花东这一块客家音乐的特性它比较独特，因为这个移民来的，因为它不是来自原来原乡的同一个村落，几乎都是散的，也就是说，他到这边来的新的集村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的客家人，或者是说我们讲桃竹苗这个最通称的桃竹苗各地的客家人一起汇聚，甚至海陆什么四县什么大埔统统混在一起。所以你说你要求他继承哪一种
特殊的文化也不容易，所以它应该说它是代表一种新的移民的现象，就是来到这边以后，包括音乐重组，它可以把不同原乡的事物内容拉进来，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贡献他的心力在新的桃花源里面，我想它代表的意义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瑞穗啊、什么玉里啊、以南啊，一直来到池上、关山啊，同一个师傅，传承给不同的土地，使得现在的台东花莲的音乐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部落，虽然不是全部的客家人，但是在客家音乐的那种底子非常的强烈。大概我们看到关山那一团是最古老的，所以它的所谓古老也不超过100年嘛。至少他已经从第一代的移民，然后传给第二代，那现在已经是第二代再传给第3代了，所以他已经有照文化上来讲，他有隔代的话，他已经开始有传统，所以这个传统在本地的发展里面呢，他们是意识非常强烈的，所以他们是直接就传给非常小的小朋友。后山的整个客家人比例上还是少，而且它没有那么集村式的，加上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所以你说在祭典上你要它很强烈的要求也不容易，它只不过是一般的子弟嘛，只要这个酬神他们很热忱，然后就再重组一个团队出来，这个热闹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你说我们要要求他往哪里去是不容易的。民间的社会里面，它可爱就在这里。那个艺术性能不能被发芽，其实它本身就已经象征了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它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最有趣的不是因为说它表演得非常好或者不好这种专业性的判断。它有趣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整个民间音乐的发展那种起起伏伏，它永远不会灭绝的。只要有一颗种子在，它就会在发芽。那既然在后山已经在发芽当中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强求它将来会怎么发展，因为它必须要在现代社会里面去找到它的可以落地生根的地方，就文化上的落地生根。想起了当年时能够好不残呀有难在我在这边
山负担的开拓水业当中，来自沿乡的客家拜音，安排了乡亲的思乡之情，在由昌河、由水上两位老先生的带领下，后山客家的传统音乐将会世世代代传唱下去。何风我江南，山歌唱我多，台东我来呀。乡啊，进咯，我就唱啊你，爱来呀了，我可比春落花，满园落开呀。